5，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表示，在就职以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会谈中谈到钓鱼岛、香港、东突厥3等多个议题。岸田还表示，希望中日共同建立一个建设性的稳定关系。岸田说，他提出的问题包括香港问题以及北京对维吾尔人的待遇问题。台湾星期六表示，台湾的未来由台湾人民决定，以此回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宣示。习近平星期六早些时候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说，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指出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国家的未来掌握在台湾人民的手中。阿富汗塔利班和美国政府代表团在卡塔尔首都杜哈举行会晤，这是双方自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后首次举行会晤。阿富汗塔利班代表团表示，塔利班此次会晤的主要诉求是要求美方继续履行美国与塔利班签订的和平协议。据俄新社当地时间9日援引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消息，在指发稿时，该州发生的饮用酒精代用品中毒事件已导致29人死亡，另有25名中毒者尚在医院接受治疗。美军核动力潜艇康涅狄格号上周六在南海的国际海域撞上不明物体，造成10余名官兵受轻伤。美国官员称，目前尚不清楚撞击的原因。美国官员匿名透露，该事件发生在南海的国际水域。德国警方10月8日表示，他们正就美国驻柏林大使馆人员出现数宗哈瓦那综合症个案展开调查。据报道，近年来已有约200每年召开一次的世界东突厥散人兄弟会和第4届东突厥散民族团结理事会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首都萨拉热窝开幕。